將臨期嘅時候，神父用嘅祭衣係用紫色，紫色係同悔改補贖有關。要過一個有意義嘅聖誕，悔改係一個必然嘅條件。要使悔改成為可能，人係需要接觸天主，先至會發現自己有罪嘅事實，悔改先至可能。聖經上面嘅伯多祿，因為耶穌基督叫佢撒網捕魚，得到一生人裏邊未試過咁多嘅魚獲，佢突然之間認識到自己接觸嘅係邊一個，所以對耶穌話：主，離開我，因為我係一個罪人。接觸天主，使到人悔改。另外一個明顯嘅例子就係匝凱，耶穌見到佢爬喺個桑樹上邊，就對佢話：匝凱，你快啲落嚟，我今日要住喺你屋企。因為耶穌咁樣接觸佢，所以佢好開心。落嚟嘅時候就話：我將我嘅財產一半施捨俾窮人，如果呃過邊個，我4倍賠償，係好明顯一個悔改嘅信息。所以今日就讓我哋以接觸天主嚟做主題，反省佢同悔改之間嘅關係。第一篇讀經嚟自依撒意亞先知。依撒意亞先知係將臨期裏邊時時都用嘅先知書，因為依撒意亞係講默西亞來臨最多嘅一個先知，最好嘅啟示。呢一篇經文嘅上文呢，就係講亞述帝國進攻耶路撒冷，但係天主打擊佢，使到佢無功而退。跟住就係呢一段今日嘅聖經，依撒意亞先知就預言默西亞王國嘅來臨。呢個默西亞有一個謙卑嘅背景，因為話佢係葉瑟嘅後裔。大家知道葉瑟雖然係達味嘅父親，但係佢出身係好卑微。呢度稱默西亞，故意講佢係葉瑟嘅後裔，大概係想表達佢出身卑微。雖然出身卑微，但上主嘅神臨喺佢身上，使佢具備多種神恩。依撒意亞就將呢啲神恩一對一對咁排列起嚟，讓人哋睇出默西亞所具備嘅嘢。第一對係智慧同聰敏之神，呢個係指理解同判斷嘅能力，大概係一般法官應該具備嘅特質，有智慧去判斷，聰敏地去理解等等。另外一對係超見同剛毅之神，呢個係講治理同作戰嘅能力，呢啲係一般統治者或者將領應該具備嘅特質。明達同敬畏之神，特別係敬畏，希伯來文呢，敬畏係包括埋孝愛嘅意思嘅，所以去到希臘文翻譯舊約聖經嘅時候，譯到呢一度佢就加上孝愛嘅神恩，成為聖神嘅七恩。呢度係指侍奉天主嘅能力，呢種明達、敬畏、孝愛係指侍奉天主嘅能力，係一般做司祭同埋做先知應該具備嘅特質。默西亞具備呢7種神恩，係將法官、統治者、先知、司祭嘅特恩具備喺自己嘅身上。因為咁樣嘅緣故，喺佢個王國裏邊，一切唔公義嘅事情唔會存在，係佢帶嚟真正嘅和平。呢種和平先至用兇猛嘅野獸能夠同善良嘅動物和平相處，世界唔再係物競天擇、弱肉強食、野蠻或者今日叫做叢林法則嘅社會。要進入呢個和平嘅境界，必須讓上主嘅神留喺自己嘅身上。有咗上主嘅神，呢啲邪惡唔公義嘅事就唔存在。第二篇讀經嚟自羅馬書，保祿喺羅馬書裏邊呢，係先講對基督嘅信仰，喺信仰上邊去建立基督徒嘅倫理。今日呢段短短嘅聖經提到，要教會裏邊嘅人同心合意、一心一德，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表現吓。如果你想教會裏邊嘅人有呢種咁樣嘅同心合意、一心一德嘅做法，
必須基於信仰耶穌基督，因信誠意嘅信仰上面。如果未能夠對基督有呢一份信仰，人冇力能夠使到教會內有團結共用。所以如果我哋發現教會裏邊嘅人未能夠和平相處，未能夠團結共用，因為我哋大家都冇接觸基督。接觸基督嘅人能夠有呢一份同心合意、一心一德共用嘅表現，呢個係保祿所強調嘅。第三篇讀經嚟自馬竇福音。今日呢一段馬竇提到一位重要嘅人物出現，約翰洗者，佢宣講悔改嘅洗禮，因為天國臨近啦。一個接觸到天主嘅人先至有悔改嘅可能，一個已經悔改嘅人，佢去宣講悔改嘅時候就具有說服力。約翰就係一個咁樣嘅人，聖經上從來都冇講過佢行過乜嘢奇蹟，佢竟然有咁大嘅吸引力。佢自己係司祭匝加利亞嘅仔，司祭一定係嚟自肋未家族，即係話約翰洗者可以好似佢阿爸一樣去做司祭，唔受生活，因為其他11支派嘅人會供養佢哋。但係約翰洗者選擇做先知，佢整個人嘅生活，無論衣食住行，都顯示出上主嘅神係喺佢身上。因為上主嘅神喺佢身上，佢先至有咁有吸引力，先至最有資格去宣講悔改嘅洗禮。佢為主準備一個善良嘅百姓。馬竇福音清楚描述佢嘅生活，充分反映出佢係一個有主同在嘅天主嘅人。馬竇提到4樣嘢，衣食住行都有提，正正係整個佢嘅人嘅一生顯示出天主嘅神喺佢身上。衣，佢係着住駱駝毛做嘅衣服，腰束皮帶。一聽咁樣嘅描述就知道呢個係先知厄里亞嘅裝束，係好簡陋嘅衣服。一方面表示謙遜，另一方面表示一切佢依賴天主，佢唔依賴財富。耶穌曾經咁樣講過啊，你去曠野裏邊見啲乜嘢嘢啊？你見唔到穿細軟衣服嘅人㗎，穿細軟衣服嘅人係喺皇宮裏，即係話憑你所着嘅衣物，知道你嚟自邊一度。如果你着啲靚衫呢，耶穌就話呢啲係嚟自有錢嘅皇室裏邊嘅人吓。但係約翰洗者用駱駝毛做嘅衣服，好粗糙嘅衣服，係窮人嘅服裝，亦都顯示出佢係一個接近窮人嘅人吓。正正係呢種衣服，亦都使到佢接近天主嘅。佢食嘅係蝗蟲同野蜜，呢兩種嘢都係曠野裏邊時時見到嘅食物，亦都係窮人嘅食糧。即係話，即使喺曠野裏邊，你都可以揾到呢啲最簡陋嘅可以養活人嘅食物。呢度表示出咩嘢呢？亦都表示出佢一心依靠天主，佢所食嘅嘢完全係靠天主供應嘅。耶穌都曾經係咁樣講啊！你睇下天空嘅飛鳥，佢唔播種唔耕種，但係天主養活佢哋。所以天空嘅飛鳥係完全依賴由天主嚟嘅食物。而家約翰洗者正正係表達出呢啲佢食嘅嘢，就喺曠野裏邊都好，都能夠揾得到嘅蝗蟲同野蜜。佢住喺曠野，傳統認為最接近天主嘅地方就係曠野，因為曠野最接近大自然。耶穌亦都時時去到荒野裏邊去祈禱。後代嘅修道人好多選擇曠野，早期教會沙漠教父就係住喺曠野裏邊。正正係呢啲人，淨係憑佢住宿嘅地方，都受到整個教會嘅尊重。好多時教會出現咗一啲咩問題嘅時候，都會去沙漠裏邊請呢啲教父出嚟去處理。深信佢哋係最接近天主嘅人啊！真係人傑地靈啊！最後一種就係行。約翰洗者行走喺全猶大境，特別係有水嘅約旦河一帶。
表示咩嘢呢？表示佢好接近人群，佢係一個人容易聆聽佢，揾得到佢嘅地方。嗱，憑佢嘅衣食住行，顯示出佢係一個接近天主，有上主嘅神喺佢身上嘅人。佢所宣講嘅信息好簡單，就係悔改，因為天國臨近啦。結果呢，係全個猶大以及約旦河一帶嘅人都嚟到佢嗰度接受悔改嘅洗禮，包括埋當權嘅法利塞人同撒杜塞人。嗱，好有趣嘅就係法利塞人，佢哋嗰個名本身就顯示出佢與眾不同。佢哋認為自己係謹守法律嘅人，同嗰啲唔曉得法律嘅人係好唔一樣，係佢哋最有資格去迎接默西亞嘅來臨。所以法利塞人都走到去約翰洗者面前啦，但係約翰洗者呢就痛罵佢哋吓，認為佢哋都唔係真心嘅悔改，可能只係做俾人睇吓，所以痛罵佢哋，警惕佢哋，令到佢哋希望藉住佢嘅宣講，即使係耶穌基督嘅敵人，如果佢哋能夠悔改嘅話，就最好吓。不過好可惜嘅就係呢班人始終都係耶穌嘅敵人，福音嘅敵人。好，我哋反省呢個主題吓。約翰洗者選擇咗以獨特嘅衣食住行嘅方式，一方面顯示佢嘅謙卑，另一方面表示佢依賴天主。佢係唔以自己做中心，以天主為中心，基督為中心嘅人。因為佢嘅衣食住行幫助佢接觸天主，因為接觸天主，佢宣講嘅悔改嘅洗禮就有力量吓。我哋教宗方濟各喺佢嘅通諭願你受讚頌，係裏邊講好多有關環保嘅信息。其中一點同我哋呢度有關嘅，佢提出要求我哋有一種環保嘅皈依，要求我哋喺衣食住行生活上有環保嘅意識，能夠好好守護天主賜俾我哋美麗嘅世界。環保嘅皈依正正係我哋呢今日嘅主題吓，悔改嘅現代版。如果一個人有環保意識嘅話，呢啲衣食住行上邊嘅改變吓，能夠幫助我哋接觸天主。我哋不妨喺將臨期裏邊呢度所講環保意識，其實叫我哋過一個簡樸嘅衣食住行嘅生活，着嘅嘢、食嘅嘢、住嘅地方，或者我哋行都係用最簡單一般普通老百姓做嘅一種咁樣嘅生活方式。但我哋因為生活喺一個消費主義嘅社會，我哋好多時不知不覺好浪費好多嘢。如果我哋能夠喺衣食住行方面都有環保皈依嘅話，呢啲咁樣嘅行為能夠幫助我哋接觸到天主，接觸到天主，我哋先至能夠講悔改，或者話能夠使到人跟隨自己去悔改，好似當時嘅人跟隨約翰洗者一樣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